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1月29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山上公所的区长被人检举，顶个月14号暗时10点外，一个人带着查某囡仔进入区长室，而且佫有铁门、关电火等等的动作，互人无法度理解。上午议员林庆定就将检举的影片规个伫议事厅放送，批评区长将公所当作宾馆。要求赖市长查办。这段影片描写山上公所人员伫暗时10点5分辛苦办理南明古迹民俗艺术节回到公所以后，区长甲活动主持才双双回来过程。议员林庆定上午伫总集村秀出这段影片，强调是区民看袂落去检举，加上画面的讲话，伊原本阁无相信，后来一摆搁一摆看，其中有吊工关铁门加电火。16分钟后，正义预用，后来女主角毋是公所员工的身份来开公务车等等，拢议员认为相当的无适当，甚至会影响市长的施政。考试一时办公室，暗时办私事，不得体、不恰当、不应该啊！你将外人带入去公部门的所在，暗时时关门串火用花了后呢？你有啉两杯啊？的时阵，佮叫一个外人佮你开公务车，就这个呢，就是讲社会高观感呢，也不好，也影响到市长你的施政啊。对此，市长赖清德认为指控严重，应该交由民政局长来查证，才向社会说明。遮尼啊严重的指控，一定爱互当事人说明啦。对。因为若无互伊说明，我感觉对伊来讲无公平。是。那第二点，我咧看你的影片看2遍吼，我想有几个问题会当探讨啦。第一就是讲，因为伊是办台南艺术节嘛，伊是办台南艺术，迄个南影民俗艺术节，所以伊是公务上的延续啦。那第二呢，就是讲，伊迄个无赛车，伊有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也无定着。你讲的讲这位查某囡仔是外口的人，并毋是当事，即我感觉这拢都爱去查证，我会叫陈宗彦局长，好好去了解这个代志。除了甲林议员报告以外，我来甲社会说明。对此，山上区长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单纯因为应酬啉酒，感觉头晕想要吐，才会先回去办公室休困。甲画面当中的女主角是多年好友，认为是有心人士所做的伤害。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议员赵坤元上午伫咧总集村针对新营盐水等地方建设向市府提出建议。除了要求活化空间，并且进一步爱开辟成为有文化产业价值的动漫园区。对此，赖市长回应，这2项计划拢无放弃，但需要甲台糖公司互相讨论。议员赵坤元伫日前就提出台湾动漫产业发展园区的设立计划，希望利用新营糖厂的现地空间，规划成亲子园区，不只互市民加一个休闲的空间，嘛推广了在地文化产业，借此来带动新营的观光甲经济。不过对此却接受质疑，并不是理性的决策，所以上午总集村伊要求市长表态。伊讲动漫优惠安尼啦吼，动漫园区。是理性的决策吗？咱民进党的啦，是真了。伊安尼伫 FB 留安尼啦，伫本色的看法，那像交咱我甲你市长咧做对立啦，那像讲伊的看法，交咱的看法无共款。你看市长，这你看要安怎来做一个，互咱大新营区是咱台南市民来做一个了解。伊是民主社会往往会无共款的意见啦，
最重要，有哪是咱好好做较要紧啦。阮一定甲即个新营糖厂即个使用吼，包括你所推动的产业文化园区、产业文化的部分，甲市政府文化局所推动动漫园区的部分，斗阵来规划。活化新营糖厂一直是开发各界所注目议题，对厝市长嘛到处各重视参，以后如何甲大糖合作推动，拢有待观察。但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民间反对日本核灾食品的声音持续不断，议员罗坤福上午就伫咧总质询质疑，目前市面上的日本食品包装顶头拢无注明产地，敢有可能是来自核灾的管区？要求市府爱检验、爱把关，互民众会当安心。办公室调整虽然已经定案，不过议员罗坤福无放弃，上午伫总质询再次强烈质疑市长推翻往年不动产评议委员会暂金要起税决议，是影响建商财团利益。都是认为财政局开钱制作懒人包影片来替加税减税，根本无达到效果。就咱条幅最低、最晚条冲击最小啊！台北市162%，咱要那个赔钱。你这个懒人包3D 是在骗人的，你敢知？那拢属实啦。你的冲击最低，涨幅最低，调涨最晚。你说要打房，你3D 怎么打房？你口口声声说要打房，这个你3D 呢？3D 怎么打房啊？你如果要3D，就没有办法打房；如果要打房，就没有办法，就不能够3D。难道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吗？所以我跟你讲，市长，你讲一个白贼，你爱开钱去宣导，讲我讲的迄拢是对。议员对不满办公室调整更加愤慨，也有日本核灾食品进口。议员直接冲到市长面前质询，手提目前市面上拢买到的日本食品，结果发现包装顶面拢无标示日本的产地，质疑闹核灾区的食品，市府要如何把关？即马甲这个日本的食品吼，包的公司啊，所有的包括做者什么嘢都问啦，拢有对人去买呢。以上面都标示的只有日本制造而已啊。是，我都要讲就是讲，因为这5个关系目前拢还无米啊入来，所以你看啥无米啊入来？伊即马你上面都没有写哪一个县市进来，你是怎么把关的啦？你好啊，我请教一下，阮今仔日买到这个物件，食到有要紧无要紧，阮若要提检验会使袂啦？这个基本上你要主动抽验呐。我们卫福部是由源头管理。我请教好啦，你敢有要求咱卫生局长，对于日本现在的核灾，食品有没有特别的检验呢？因为还没有开放啊。议员对办公室调整难定的立场，到核灾食品的进口，拢以要求市场表态，希望徛伫人民利益甲公平正义，才发到说服市民。但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一名男性伫咧赖顶头接到朋友要求斗相共，结果朋友既然是诈骗集团所假，佮甲男性赖账号规个偷去，去甲亲情朋友借钱。男性发现了后，赶紧向第4分局报案，并且向议员林美燕寻求协助。议员也马上召开记者会，希望其他民众莫搁再受骗。现代人常常使用赖 FB 等等的通讯软体，甲亲情好朋友开讲。最近赖顶面也出现真侪诈骗集团假冒朋友借钱的消息。29号中昼，一位陈先生就因为被诈骗集团盗走赖小号，结果诈骗集团向亲情好朋友借钱，寻求警察也有议员协助以后，议员林美燕、林彦竹、罗坤福。也马上召开记者会，希望社会大众唔通搁再被同款的手法骗去。一通赖入来，赖入来，我甲看是讲我做好的朋友，困是做好的朋友啦。做比讲有紧急事情需要拜托要联络一下，有紧急的事情，我想这我有熟悉，个讲我来单无用赖甲卡多赖卡较定伊。伊随回过来，
伊个回过来讲啊，我即摆更改密码吼，毋知密码几号，啊，拜托我即摆传过吼，你若看到密码几号，你甲我报一下安尼，啊，伊传过来9616，我当看到了，我当搁用即个号码甲传过互伊，伊讲收到，伊个收到啊，安尼了，啊，过头就2、3分钟，就开始吼，逐个卡入来啊，伊就讲啊，伊就你要借3万，哦，啊，咋你个无欠钱，啊，即摆要借3万啦，啊，逐个。佮陆陆续续，啊，佮一直卡，到即摆佮卡来，到即摆佮卡来，佮有人佮打接到电话讲要借钱啦，啊是即个情形安尼。哦，大家再不及用电话的联络，有当用 LINE 啊，用 FB 啊，用等等啊，微信啊，等等方式啊，都可以去做互动啦。啊，所以哦，包括我们 FB 啊，包括 LINE 也好，吼，都没有私密了。都没有一件私人的秘密，因为你有到 POKI 里啊，是讲的话啦吼，往往就是被转了很久，好个的地方啦。所以里边呢，如何预防这种事情发生，我想警方这边要做一个积极的去面对啦。代表警方出席的第4分局分局长也表示，抓到犯人真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要防止被诈骗。上界简单的方式之一，就是先纠正，唔通马上随着诈骗集团的指示来操作。电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今日戏院成立至今已经满70档，即马因追求转型，利用老戏院特殊的空间气氛，互民众来今日戏院，不只会当看电影，更会当看到趣味的戏团伫遮表演。少林功夫棒，真的棒啊！我还剃头功啊，无敌剃头功，你还冰弓腿。等一下。哎，你怎么叫我唱这个歌呢？这是什么电影歌呀？和尚不是都要唱这个？哎呀，人在电影里面是假的和尚嘛，知道吗？啊，假的？我也是假的，不是。由即马网络上上界知名的艺人壮壮所扮演的海涛法师，用笑歌搭嘴歌的趣味方式，要来呈现这届今日戏院所上演的3部戏剧当中的一部电影，讲看卖。另外，也有鱼蹦星夜，所要来演出。于是我们在府城，因将用趣味的互动，甲观众做上界直接的接触。当然，也有台湾上界知名的剧团相声瓦舍，这3个剧团将要呈现出上界好笑的表演，将今日戏院的新风貌小介给大家。非常盼望这样的演出，我们能够来这里，跟台南也好，或者全台湾来这里旅游的游客们也好，在场如果有像我当时年轻的那样的观众进到剧场来，看到我们在台上的各式各样的精彩表演，也兴起了他们日后要走到台上来的这样的一个兴奋的话，我们这些努力，我们这些工作，我们这些创作都有意义了。今日戏院的负责人讲起过往这间戏院曾经表演过侪现场戏。这届转型，希望会当重新呈现出当时的场景。那曾几何时，因为这个电影、电视的兴起，这个戏剧好像慢慢没落，跟我们现在新的影城好像慢慢被他们追过去了，好像慢慢好像要就步入一个比较观众没有特别去给他一个注意的一个戏院，所以我们现在想起说，未来这个戏院它以前的风华。可以上演戏剧，这个部分我们也把它强化，
就是在我们台南府城，能够在我们这一个老新的地方，透过一个戏剧的表演，让这个社会的一个文化的软实力能够加强，这是我们一个衷心的一个期待。过了25档，今日戏院的舞台上再度有现场的戏剧表演，也欢迎民众来体验看卖，感受老戏院的剧场吸引力。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台湾邮政协会每一档拢会编列预算，结合各地邮政工会以及邮局举办爱心活动。台南邮政工会伫29号举办关怀绿色府城友爱活动，并将爱心物资捐予绿色团体，抛砖引玉，希望让更侪人来参加关怀行列。台南邮政工会甲台南邮局联手献爱，编列公益预算，采买白米750包，毛毯300领，同时也号召爱心企业威林百货、兆宏科技有限公司做伙来加入爱心的行列，分别捐赠白米50包，也有毛毯20领，做伙关怀绿色团体。这次我们的那个关怀弱势府城友爱的活动啊，是本着我们邮局跟那个民众的互动啦较早迄个农业时代时，咱民众对咱的邮局是足大的信赖感啊。我希望要找回咱较早迄个人对人之间的关怀。因为邮局一直来是在服务咱的民众嘛。民众有啥物需求，我邮局的整个经营的方向都是依照我们民众的需求来做一个经营的方向。我嘛希望讲邮局能做到一个我们民众一个好处边。嘛希望讲邮局经营了好，会当回馈到我们的民众来。我们工会当然是站在协助事业单位的立场，因为邮局经营了好，员工才有福利，对这个整个国家才有帮助啦。所以今日办这个活动，就是最主要目的是安尼。台南邮政工会所主办的关怀绿色府城友爱活动，除了响应政府照顾绿色政策以外，更强化邮局在地亲近的力量，希望会当抛砖引玉，唤起社会各界善心，共同加入关怀绿色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百货周年庆，业者推出原价185万的小绿车，要来送予消费者，以电脑抽奖的方式拣出这位幸运的朋友，做伙来看卖这届抽奖现场的状况。百货周年庆竞争激烈，每一间百货业者拢摕出上佳吸引人的礼品来回馈顾客。位伫后火车站的百货业者，这届就结合国内知名的车商，要来送出这台气派豪华汽车。这台车原价要185万，但是因为是2013年出厂的车辆，目前市价大约90万，但是性能甲外观犹原亲像全新的同款。互真侪消费者因为这台汽车好礼，加买寡物件。28号这天，业者邀请市府经发局因市司副局长、南志杰汽车公司马忠龙总经理，甲台南大湾8店长毛志国共同见证，用电脑选核，挑出这位幸运的得主。好，这一次呢，我们台南大圆百呢周年庆的高级汽车抽奖是若再来的幸运号码呢？出来喽！我们的幸运号码是我们的抽奖券的号码是481119000。今年是我们抽奖最大的奖，而且这一次非常感谢我们南思捷公司的马总经理对我们的支持跟帮忙。所以提供了我们这一台价值185万的这个 CEO 级的休旅车。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在台南远东购物是最优惠、最好，也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一次。然后尤其这个车子又是我们台湾国产的这个 Made in Taiwan 的我们这个南志捷公司的。所以说我们远东也是这个本土的百货公司，那我们跟南志捷的合作，我相信是最美好、最完美的。业者表示，得奖名单将会公布伫1楼大门，也有阮爸的网站。得奖人爱记即早本人身份证相证件，因抽奖单才会当来领取汽车大奖。
有伫大碗巴参加抽奖的民众，赶紧登去厝内检查抽奖单，看家己是毋是这位幸运的得奖人。台联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随着科技的进步，愈来愈侪民众拢宅在家，无要出门。为着要鼓励民众到户外活动，议员刘维英甲台南市府城关怀协会以及台南赤坎文化关怀协会做伙举办的105年二张杯标舞比赛。比赛当天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12月18号做伙到罗岗娱乐中心参与。由台南市府城关怀协会以及台南赤坎文化关怀协会以及市员吕维英共同举办的二张杯标舞大赛，就是希望现代人会当放下科技产品，做伙找亲情好朋友，多多做一寡户外活动。这个标舞比赛现场也邀请立新国小乌克丽丽做现场表演。一场杯标舞比赛，那我们期待这个比赛可以让我们台南市的所有的舞龄高手，不管你是年轻人、中年人，甚至是长者、老年人，只要你有兴趣想要来报名参加的都可以来这边，这个挥洒出你的舞技，挥洒出你的活力。那这个报名专线是2652868，2652868，限量20组，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比赛有20个名额，上大的特色就是无分组，只要爱跳舞的朋友，无分年龄，拢会当做伙比赛。就是希望让所有的人做伙享受舞蹈的趣味。12月18号伫罗岗娱乐中心室外广场，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做伙来参加。台联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是多云底渐转好，温度20度至25度，落雨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1月2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